嗨，大家好，我是燙皮叔。今天是2026年2月6号。这一期咱們聊一聊餐飲，聊一聊小餐館。小餐館2026年開年也是遭了一記悶棍，叫開門殺，沒能迎來開門紅迎來的是開門殺。為什麼這麼說呢？第一財經2月6號看的一篇報道，叫小餐館假裝營收少的日子結束了。大家也知道本來這個經濟形勢就不太好，下行，對吧？這個咱們這個消費不振，這中間體現最明顯的就是餐飲行業，對吧？紛紛倒閉，各位家門口的那小餐館，对吧？就像走馬燈一樣的換，城頭變換大萬旗這本來就是大的環境不太好。去年9月份是吧？突然傳出就是這個社保的事情呢，那這個對餐館的衝擊更大。有很多餐館呢招的員工都是流動性非常強的，一是对吧沒辦法給他們上社保，第二個也無力上社保，所以這個社保這個事一出來之後這個很多小餐館感覺到頭了。可以畢業了，可以關門了。後來這個事情又化解了。為什麼化解了呢？恐怕是有關部門覺得這麼一刀切下去，確實小餐館承受不起，所以這個事情慢慢就緩了但是小餐館躲過了社保那一刀，他很難再躲過下面這一刀稅收。短短的半年裡邊，這個小餐館他們的命運也像過山車一樣跌宕起伏。這個第一財經他是採訪了一個叫胡進的這個小餐館老板，我們看看他是怎麼說的第一財經記者崔碩說，和很多人一樣，胡進已經習慣於豆包聊天，不過最近幾個月他和豆包的交流主題直白又沉重，餐廳如何交稅。2025年10月底，猶如一條針對互聯網企業的稅務新規，胡進的麵館補繳了3000元的增值稅。他在餐飲行業摸爬20多年，如今他發現自己面臨全新的難題。焦慮的餐飲人不止胡進一個，過去幾個月，不同類型的中小餐館都在緊急了解適應新規。胡進還在經營一個平價美食城，旗下有20個餐飲檔口。2025年10月底開始，這20個檔口都在急着辦營業執照。這些檔口過去都把營業資質靠在美食城。北京一家火鍋店的會計蔣西則在2025年10月改變了自己常年的申報習慣，他沒有在第3季度申報增值稅申報開放之初就填報，而是一直猶豫到截止時間前5天才敲下了一個最終數字。提交的瞬間，他甚至覺得自己在下一個頗具風險的賭注，因為他並不知道對方到底掌握怎樣的信息。對方不就是稅務局嗎？讓上述商家提心吊膽的新規全稱互聯網平台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它看似約束大廠，實際影響力度滲透到了餐飲業的毛細血管。規定於2025年6月由國務院出台，它要求自第3季度開始，平台每季度向稅務局報送商家的真實交易數據。這項規定涉及的主體既包括電商、社交平台，也包括美團、大眾點評這樣的本地生活平台。這意味着餐飲商家在大眾點評、抖音推出的堂食套餐、代金券的銷售額、美團、淘寶閃購的外賣營收等數據都會傳送給稅務部門，而稅務部門則會根據這些數據比對各個餐館申報的收入是否有問題。這將使得過去游走在灰色地帶的小餐館納稅變得透明起來。作為城市經濟的毛細血管，餐飲行業中的個體商戶、工商戶占比近80%。這些小餐館創造了超過70%的餐飲消費，但不開發票給可樂曾是過去餐館老板習慣與顧客溝通的話術。猶如很多餐館都是個人收款，假如消費者不要求開發票，這些收入實際上不用交稅。正規來說但是我們應該交稅，但在平台上傳之前基本都是零申報或者很少申報。我們這些餐館也很少有顧客開發票，大家都不太在意这些東西。胡進說實際上這個大家知道你說個人去餐館吃個飯，誰還要發票有一些大的餐館你要發票，他會跟你說不要發票，送你可樂，或者給你抹掉一個零頭。那好的消費者一看，那就不要發票唄。大家想一下这不光是稅務會有問題，這就是我以前在這個節目經常說的，為什麼中餐館它很難在胡市上市的一個原因，就是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收入你沒法核實，它很容易刷單，也就是說很容易財務造假。文章說一方面小餐
館大多是夫妻店、個體工商戶，經營者文化水平相對較低，對稅務等層面的問題不夠了解，導致此前對增值稅等事情不夠關注。另一方面，有的小餐館的確會想辦法降低稅負。用蔣希的話說，作戰是門講求平衡的技術，每季度他都會將報送給稅務局的營收維持在100多萬元，相當於實際營收的60%左右。這麼做最重要的目的是避免餐館的年營收超過500萬元。這對餐館來說是將火鍋店從小規模納稅人升級為一般納稅人。根據年營收的不同，餐飲企業會被劃分為小規模納稅和一般納稅人，二者核心區別在於後者的增值稅稅率是6%，而前者只有3%，而增值稅是餐飲企業最主要的稅種之一。另外，当下的優惠政策還會讓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的稅率差距加大。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餐飲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優惠到1%，而月銷售額不高於10萬元的餐飲可免收增值稅。我記得加德老師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什么影視公司是吧，搞成什么小規模納稅人吧，大概這意思啊。偷逃稅款，只是小規模納稅人比一般納稅人那個稅率低得多，甚至以某個額度以下免收，讓加德老師鑽了空子。蔣希給火鍋店算過一筆賬，如果被劃分為一般納稅人，在營收金額不變的情況下，火鍋店每年增值稅比之前多交10萬餘元，其淨利潤也從7%減少至5%。儘管成為一般納稅人後，可以憑借專票抵扣稅費，但很多款項很難開出專票。蔣希估計最多抵扣近1/3的增值稅，且繳稅時間也將由每個季度繳稅變為每個月繳稅。因此，很多餐館都在避免被劃分為一般納稅人，也就是你的經營規模不要上500萬。把賬做少也是門技術活，報的數要跟賬對上。收入如果多報，成本費用也要多報，不能報了300萬的收入和100萬元的收入，成本費用都是90萬。蔣希告訴第一財經，財務基本會遵循合理的百分比，而這些操作之所以能長期奏效，核心原因是稅務部門並不會嚴格審查這些餐館收入規模有限，數量眾多，做的又是賺辛苦錢的小本買賣。在實際操作中，這些餐館享受了寬鬆的稅收環境。這個我想大家都特別能理解啊。過去經濟好的時候，稅務對吧，它主要徵收這個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也就是財政收入來自於賣地，那個是大頭。而像餐館徵稅，然後這個人所得稅卡得很死，這個叫蚊子腿上刮肉，出力又不討好，這個效果還差。你賣一塊地賺幾十個億，你這個徵稅對吧？你這麼多人跑去一個小餐館，你去查賬，你的小餐館徵的那個稅還不夠養活稅務局的這幾個人，那是不是這個邏輯啊？那徵稅成本得多高啊？但是現在地賣不掉了，沒有辦法，只能蚊子腿上刮肉了，剔骨尖刀掏出來，對吧？想辦法在蚊子腿上刮點肉下來，還不能讓蚊子腿斷了。這個文章說這也是為什麼蔣希在規定生效後的第一個季度會那麼猶豫申報的數字。他不清楚平台報送給稅務部門線上收入信息到底有多精準，也不知道平台報送的收入口徑細節如何。蔣希甚至建議老闆下架在平台上的套餐，因為我們每年7、8、9月是生意最好的時候，顧客不是為了套餐來店裡吃，而是先坐在店裡再買套餐。這好的地方都這樣堂食。但是人家點的卻是外賣，因為你外賣那個拼單亂七八糟便宜嘛，下架套餐也不太會影響生意，而且可以減少線上平台的流水。但老闆選擇先觀望，反正9月已經結束了，10月底停套餐都來得及。最終蔣希比既往多報了20%，希望通過比往常報稅稍多一些的方式賭一把，探個數，但他賭輸了就很慘了。您申報的今年第3季度增值稅銷售收入少於互聯網平台企業向稅務機關報送的收入金額，請您進行核實確認。2025年10月27日，蔣希收到稅務局要求核實的短信。這時候我意識到平台上的數據還挺真實的。胡靜經營的美食城檔口集中申請營業執照，也是出於規避一般納稅人的考慮。過去檔口經營可以統一掛靠在美食城，不用辦獨立營業執照，這也極大程度上減輕了餐飲從業者的准入門檻。他們大多零申報，
達不到增值稅起徵點，但從去年第3季度起，檔口的增值稅很有可能將按6%繳納。如果辦不下獨立營業執照，他們的稅收將按20個檔口營收之和計算，而美食城的營收規模很容易超過500萬元一年。如果能夠各自注冊營業執照，就不存在這個困擾。但很多檔口卡在了注冊地址上，辦執照首先要有地址，美食城只有一個地址，不能按不同檔口注冊。胡進說不同的美食城情況不同，但如果辦不下營業執照，不僅檔口難以為繼，美食城基本也被宣判了死刑。關於辦證的細節，胡進不願多說，只留下一句：辦得費勁。能改造的改造，能通天的通天，八仙過海，各憑本事。胡進說蔣西服務的火鍋店在這次申報之後重新梳理了美團套餐在營收中的占比。火鍋店老板告訴第一財經，此前他的認知一直是40%到60%，但這次發現，在去年第3季度，這個占比已經不知不覺達到了80%。疫情助推了餐飲業更大程度的依賴美團、抖音等互聯網平台，購買套餐使用代金券已經成為很多消費者的習慣。這意味着餐館在平台上的流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經營狀況，而平台按照規定報送數據後，減少營收申報的空間逐漸消失。至少如果有商家上傳的營收少於平台上傳的數据，稅務局很難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10年前，餐飲行業開始營業稅改增值稅，從食材可溯源到繳納社保，這10年也是餐飲行業合規化的10年。而稅務局能夠了解餐飲企業的真實情況，除了因為去年第3季度啟動的平台強制報送外，還依賴2025年全領域覆蓋的金稅4期。這個幾乎所有接受第一財經採訪的餐館都提到的工程，是利用覆蓋全國稅務機關的計算機聯網，對增值稅專用發票和企業增值稅納稅狀況進行嚴密監控的系統工程的總稱。它可以與銀行、社保、市場監管等44個部門數據共享，標誌着中國從票控稅升級到以數治稅。它設置了幾個規則，好比你營收是多少，你的各項成本、水電費、人工成本大概應該是多少。金稅4期設計了多種邏輯關係在裡面。蔣西說金稅4期的設計使得不合理的成本報送成為過去式，如果你過高或過低，它就会預警。而前文提到的個人賬戶收款的情況也在金稅4期的數據範圍之內。金稅4期會通過風險控制系統自動篩選，結合平台數據，遇到對不上的數據，稅務局會讓轄區對應的稅務所對接專管員自查數據，再抽查數據明顯有問題的單位過往賬目，一查一個準。北京市西城區某稅務專管員告訴第一財經，只要你有平台收入，我們以自己比對，就看你開票跟申報的情況，如果差額大就調賬調流水，看真實的銷售額。最終這個蔣西所在的火鍋店補繳了5000多塊錢的稅，至少半個餐飲行業在2025年10月都在打鼓。如今石頭落地，數十萬餐館老板都收到了同樣的对账單，假裝營收少的日子結束了。但這並不意味着只有單體店需要補繳增值稅。前述稅務專管員表示，每個機構企業報的情況也不一樣，沒有絕對上的規範不規範。無論單體店還是連鎖店都可能有問題。連鎖店並不意味着更規範，甚至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增值稅倒查。第一財經了解到，北京某休閒餐飲連鎖品牌就被催補繳自查3次，最後倒查至2023年的營收情況。美團的一位商務也告訴第一財經，他對接的餐館也遇到了從補繳2025年第3季度稅到補繳幾年前的稅，讓餐館先自查，自己看看補繳多少合適。有的餐飲企業遇到稅務專管員反复更改口径。第一財經了解到，一家餐企曾接到稅務專管員多次打來電話，表示平台報送的數據與餐企上傳的數据對不上，餐企自查多遍後沒有找到究竟是哪個平台數據出現了問題，只得帶着電腦去稅務所，希望算清楚。起初稅務專管員表示，他只知道京東外賣、美团、淘寶閃購用平台 ABC 指代，他看不到是哪
哪個平台的數據對不上。參企說啊，只要告訴分開的數據，他可以自己算。但稅務專管員表示，其實連 ABC 都看不到。什麼意思呢？也就是稅務局那邊只知道啊，你這個反正是通過平台的數傳過來是多少，只有哪個平台傳的不知道，對不上，那就讓你餐館自己查，你一這對上為止，对不上你就接着查，拔出蘿蔔帶出泥。但第一財經詢問平台上傳的數據會分開還是混在一起時，稅務專管員表示不太方便跟你說，但是都很精確。一位為多個餐飲品牌提供稅務諮詢業務的財會人士推測，不同餐企面臨的稅務專管員告知的內容口徑清晰度的差異，或許是因為不同城區的稅務局背負的稅收指標不同。如果稅務專管員所在的城區整體的納稅額比較高，稅收壓力相对較小，對小餐館就並不太在意。而如果是指標壓力大的分所，可能會使用更嚴格的標準，他可能就是用數据抓取，分析餐廳前3個季度的整體運營情況，根据報稅繳費情況，他覺得你可能還是有一定可操作空間，他就先找你。这說來說去啊，就是稅收完不成指標，過去看不上的這些小納稅戶齁累的，對吧？也榨不出什麼油水，現在也不好意思，因為沒得榨了嘛。平台報稅對獨立店鋪影響不大，就是補交也交不了多少，影響最大的是美食城。美食城說白了屬吃瓜落耳，胡進的美食城已有幾家店鋪因為平台報稅關門的，生意一般，再一打擊就完蛋了，本來利潤就很薄，這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實際上這個就是會很多餐飲店要關門。我記得咱們節目介紹過，是山西還是河北的小夫妻倆，对吧？投了多少錢搞了一個餐館，然後就在線上賣，一年流水260多萬，最終算下來不賺錢，打平了。如果這時候再加到補稅，260萬補稅都補多少啊？你500萬就是一般納稅人了，260萬還是個，對吧？享受優惠的小額納稅人1%，那你也不少錢了，要補交2萬6啊，這不就變成不賺錢還賠錢了嗎？那你說他還能幹下去嗎？不就得關門嗎？除了讓檔口辦證，胡進還在忙着找發票，催美食城的檔口主開發票，幫他們開發票，用的美食城資質，稅務局就找美食城，誰經營所得，誰要承擔責任。胡進看到增值稅、所得稅的標準，不同類型成本、不同開票要求，讓他頭疼的睡不着覺，所以才想到求助杜包學習稅務知識。美食城雖然有會計，但涉及的公司數量多，有的公司使用代記賬會計，有的使用專職會計，他們也有點理不清，之前沒有這麼做過餐飲的，後來平台一上傳數據也是理不清，太亂，平台報的數和實際的數對不上，因此他旗下的美食城具體超出多少營業額尚未統計出來，這本身就是一本糊塗賬啊。美食城大家知道吧？美食城對吧，是一個類似於家具城嘛，遊客或者是這個上班的人去吃飯，那裡面各種各樣的檔口，有拉麵對吧，有炒飯的，有賣這個賣那個的對吧，各種，每個檔口都是不同的這個人在經營，都是獨立經營的，自己有自己的收款碼對吧，它不是統一在一個什麼地方結賬。從美食城這個經營角度來說，這下面這些檔口每天多少錢他們不掌握，但是稅務角度來說他是跟你美食城要啊，对吧？那因為這個工商注冊啊就是你這個美食城啊，而這個美食城在這個外賣平台上那肯定是這些檔口各自注冊，所以平台上面又有數據，所以這個就比較麻煩了对吧？不行的話美食城就關門吧。胡進的麵館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某一個美食城，這個美食城的商家微信群每天都在討論怎麼開發票，怎麼繳稅，美食城的會計也在一一回復商家，不要開2萬元這麼大的面額，5萬元以下信息費不能這麼多，不能全開美團，現在逼着我們都得開票了，加個油抵開票抵成本，出去吃飯開個票屬於公關費用。但胡進嘆了口氣，開票也要拿捏尺度，餐飲也可以開辦公用品，但你開的太多了也不行。購買食材的發票可以在美菜快驢上開出來，但很多菜市場開不出票，而為了新鮮度，很多蔬菜肉類只能去菜市場購買，菜市場賣菜的哪有發票呢？所以說這不就是難為人嗎？此前美食城商戶共用一個會計，主要負責處理商戶偶爾開票需求，要麼零申報，要麼有多少報多少，
基本在免稅額度內給你處理了，現在超額了，抵不了票，商戶找各種各樣的票。胡進說啊，然後第一財經說啊，規定的出台，一方面是稅收吃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整治國內惡性內卷競爭。內卷競爭在餐飲業最明顯的體現是外賣團購的低價套餐。一家南方小炒菜館的外賣業務在去年第3季度後受到很大影響，也在提價。雖然說我們做外賣也受影響，但憑什麼外賣賣的比堂食還低？這是惡性循環，大家都在卷的誰也活不下去了。政府從大的方向來說這麼做是应對的，現在就是有點肉疼。胡进覺得阵痛期結束後，真正踏實做生意的人將活得更好，這個想法是多餘的啊，這個邏輯就是錯誤的。整治內卷，你稅收上來了啊，稅收卡得嚴了，那你只能菜價要提上去，菜價提上去，商家自身并沒有得到什麼利潤，是对吧？以往這個稅現在在菜價裡面體現出來，而消費者因為你漲價了，很有可能就不吃了，回家自己做。這個是加重了商家的負擔，對吧？這跟內卷有啥關係啊？所以說中小餐館啊還要倒一批。火鍋店每年刷單金額佔平台營收的 6%， 衝團購銷量後，火鍋店會申請退單，美團按照團購金額 5% 收取手續費，這是餐飲業常見的營銷方式。但為了避免被算作餐館的正常營收，也為了避免該部分刷單金額被算作總營收，火鍋店也很快取消了刷單，這個屢禁不絕的營銷手段或許會隨之消失。也就是稅務徵收啊加強以後啊，不光是餐飲，其他的刷單它都刷不了了，因為真交稅啊，就是徵稅，只要這個从嚴以後啊，那就是像那吹牛也要交稅，那你就不能吹牛了，刷單不就是吹牛嗎？不僅如此，當得知上套餐入選必吃榜無光後，火鍋店在去年11月還下架了大眾點評的套餐，待運營之前說有套餐才有錢上流量，才能評必吃榜，所以是做好了必吃榜跟下架套餐2選1準備。胡进說啊，美團的對接人員在火鍋店套餐下線後，跟大區領導溝通了情況，過了幾天，工作群裡甩出一個電子表格，讓美團的商務們上傳對涉稅商家的影響，哪些店受了影響，他們做了什麼動作，我填了火鍋店報上去，我問這能減免點什麼嗎？不知道，等回復。去年11月讓填了2次表，至今沒有反饋。儘管每天都在吐槽抱怨平台上傳信息，但胡進在接受採訪時反覆表示這是件好事，雖然比較頭疼，但整體來說是好事。沒有競爭力你就做不了，國家應該也是為了不讓內卷，合規合法，有競爭力的才能生存下去。你看看啊，滿滿的求生欲吧。這個就是第一財經報道的啊，就是反映的是中小餐館想隱瞞收入，假裝營業少，這個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也就是稅收來真的了，資流必交，對吧？你賣了多少你就要交多少稅，稅收一收緊，很多餐館就要倒閉。去年啊，整個的財政收入好像是下降了1點幾吧，但是啊，個人所得稅是增長了12%，不是個人有錢了，中產都在返貧，富人是不交個人所得稅的。有好多人不知道啊，富人實際上不用交個人所得稅，因為他是通過公司啊各種层层套，对吧？最後出來他是股权或者什么其他的这個叫財產性收入，個人所得稅是最高的啊，超過什麼幾十萬，你就是40%、45%，最高是45%。說這個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啊，這個中產都在返貧，高工資高收入的人也沒有增加，還在反而在減少。怎麼個人所得稅還多了呢？實際上就是徵收的力度加大了，就這麼簡單啊。比如說對好多那個直播帶貨的讓他補稅，做電商的讓他補稅，實際上這個就已經說明問題了啊。現在要求餐館如實報稅，過去啊也要求如實報稅，但是因為這個你的這個徵稅成本太高，你剛才已經說了嘛，你一個一個餐館的查賬，而且你也收不了多少錢，對吧？你那個養那個這個稅務專員的這個成本你都不夠。好，現在啊，平台經濟加上金稅四期，為這一切鋪平了道路，對吧？稅務機關讓平台報訴你這個商家通過這個平台賣了多少，而現在這個很多中小餐館，它這個通過平台這個銷售啊，恐怕占一半，有的占80%。那別的不說，你這80%，你這個你要交稅，這一下很多中小餐館就黃了。為什麼黃了呢？因為它本身去年這個外賣大戰，對吧？這個餐館本身就不賺錢，通過外賣它只是搞了用戶，相當於營銷了，落一忙，最後一算賬不賺錢，這個時候讓你補稅，這不就是相當於背後給你來一刀嗎？
你說餐館還能幹得下去嗎？中小餐館啊，它的背景对吧？歸根結底什麼原因？實際上就是樓市低迷，房子賣不掉，房子賣不掉導致地賣不掉，地賣不掉，政府没有收入，没有收入還要发工資，還要維持各種運轉，所以它只能到處对吧？加大这個叫開源節流，節流節得了節不了不知道，那先要開源，加大徵稅力度，加大什麼罰款力度，就非稅收入也得下手，那就罰款唄，對吧？以前騎電動車的不罰款，對吧？頂多教育一下，現在罰50嘛，你要違規啊，各種罰款，還有什麼遠洋捕撈，這都是非稅收入啊。而這塊對吧？媒體輿論比較大，非税收入太高啊，然後就導致什麼营商環境差，营商環境差呢，經濟就更差，這惡性循環。遠洋捕撈一多，那這全國亂套，所以說這些啊負面影響太大。好，這塊不能搞了，最後逼得沒辦法啊，就是蚊子腿上掛肉，就是加大徵稅力度，來對這些中小企業、小企業、個體戶開足馬力，一個都不要放過，就這意思啊。所以說，你說2026年這個餐飲行業會好嗎？不可能的啊，不會因為餐館倒閉了，說供應減少，那是不是價格就上去了？供求關係發生變化，不可能的，因為消費者收入也在下降，消費者现在對餐館也拿腳投票。最近啊，這個是吧？頭條上面全部是什麼公司年會取消啊，年底不搞年會，有的企業搞了10幾年年會，現在都不搞了。這個年會一取消，直接衝擊了就是大餐館，就是那個星級酒店、餐飲行業，他們就雪上加霜。大的餐館日子不好過，他就降維打擊啊，他就向下競爭啊。那下面的中小餐館，人家價格一降，對吧？人家門檻往下一降，你這中小餐館就活不下去，本來就經受壓力，然後再加上稅這一塊，對吧？要足額徵收，那基本上啊，中小餐館該關門就趁早關門啊，還能賺錢嗎？這個實際上恆大一暴雷的時候咱們都說過了，這個是一個必然，就是剛才說的房子賣不掉，那就導致地賣不掉，地賣不掉，政府就沒錢，政府沒錢他就想辦法去多收錢呢，多收錢那就是牛馬啊，你還得受點累，還得苦一苦。過去這些錢都不需要的啊，因為這錢看不上，但是現在不是大頭沒了嗎？那个好賺的錢沒了，所以大家也就知道了，這個它就進入一個惡性循環了，恐怖螺旋。你餐館一關門，就業就難，對吧？那個畢竟這小餐館，他還請了2個3個的員工是吧？還有服務員，還有這個廚師啊。不是說不該徵稅啊，稅是要徵的，但是這個餐館它盈利水平啊，已經經不起這麼徵稅。因為他們在盈利的時候已經把這稅當做利潤了，餐館的毛利率對吧？就是真正到手的算下來恐怕也就5%。很多餐館就這樣的不賺錢。這時候如果你再讓他交一筆稅3000或者5000的，那不他不就變成賠錢了嗎？這個不光是餐飲行業啊，其實很多小行業啊，這種小的個體戶經營行業都一樣，會越來越難，增加它的成本。跟反內卷沒關係啊，所以說2026年到底有多寒冷，對吧？這才剛開年啊，1個月都是噩耗啊，都是壞消息。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